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29，诗篇31篇16节安尼讲：求你用你的面的光，照你的僕人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三甲来祈祷，照你的慈爱拯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甲信实的上帝，你公义的光遍照伫全地，你信实的作为达到伫穹苍。主啊，你就是世界的光，竟若跟对你的，就无搁伫黑暗。的确要得到活命的光。主啊，愿要趁着日时也有光，来行伫光明中，互阮成做光明之子，也互世间人通因为阮的所做，来看见你的光。主啊，世间充满了诡诈甲黑暗，人的心也常常意爱伫罪中来行，总是主啊，求你互阮无行伫黑暗，求你用你的面的光，照你的僕人，照你的慈爱拯救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